2013年，有2個哈佛商學院嘅畢業生 Christine 同 Erica 開咗一間叫 Quincy Apparel 嘅公司。佢哋發現職場女性買衫好困難，成日要改褲腳或者要腰合身就胸太緊，於是佢哋用先進嘅數據分析，提供按身高、腰圍、胸圍定製嘅專業女裝，產品一流，評價極好。但係18個月後佢哋執笠。你可能諗緊係咪佢哋成本控制得唔好，定係營銷做得唔夠？但係接落嚟我要同你講嘅嘢係成集最顛覆你認知嘅部分。佢哋失敗正正係因為產品太好，好到佢哋忽略咗一個根本問題，呢個市場根本養唔活一盤生意。今集我會同你拆解虛假需求 （false positive） 呢個陷阱，你會了解到點解客戶話想唔等於客戶會買，點解 Quincy 嘅成功指標其實係警號，同埋一個你今日就可以用嘅支付意願測試。我係 Lawrence。上一集我哋講到驗證速度係初創生死線，但係驗證乜嘢？好多創業者驗證錯咗嘢，佢哋驗證產品做得出嚟，但係冇驗證市場養得活。Quincy Apparel 係一個經典案例，佢哋嘅假設係職場女性有買到合身西裝嘅痛點，而且佢哋願意為此付出日價。驗證呢點，佢哋做咗好多 focus group， 發現 90% 嘅受訪者都話我想要呢啲衫，於是佢哋放心投入開發供應鏈、建網站、落廣告。問題出喺邊度？艾森文指出，我想要同我願意俾錢之間有一個巨大鴻溝，而且即使願意俾錢，都要睇係咪夠多嘅人願意俾夠多嘅錢去支持一盤生意嘅營運成本。Quincy 嘅產品定價大約每件衫120至180美金，佢哋發現確實有客戶買，而且回購率唔錯。但係當佢哋計條數，發現要達到收支平衡，佢哋需要嘅客戶數量係而家嘅5倍，而且每個客戶每年要買6件衫以上。但係個市場嘅現實係，職場女性平均每年只會買2至3件專業套裝，而且佢哋有好多替代品，例如去街鋪改褲腳只需要10蚊。呢個就係虛假需求嘅本質。需求係存在嘅，但係太細、太散，或者客戶願意付嘅價格太低，養唔活一盤有固定成本、租金、人工、庫存嘅生意。香港其實好多呢類創業，你見過啲精品咖啡，手沖係好飲，但係鋪租貴到要賣幾百杯先夠交租，結果半年就執。你見過啲手工蛋糕訂製，好味係好味，但係女主人發現每日要整30個蛋糕先夠支付自己人工，但係市場只需要5個。最慘嘅呢啲創業者通常係完美主義者，佢哋唔係懶，而係太勤力。佢哋不斷改良個產品，咖啡豆再靚啲，包裝再靚啲，網站再靚啲，以為再好啲就會多人買。但係艾森文話呢個係再挖深啲個洞 ，digging deeper。個問題唔係產品唔好，而係個市場太細。點解我哋會跌入呢個陷阱？第一個原因係易於想象偏誤 （availability heuristic）。我哋見到自己同朋友有某個問題，就假設全世界都有。但係你係中環白領，你朋友係律師會成員，你哋嘅需求唔代表深水埗或者元朗嘅打工仔。第二個原因係禮貌性謊言。當你做市場調查，問人你會唔會買，大部分香港人出於禮貌會話幾好啊，出咗我會支持下。但係呢個支持下係免費嘅支持，一講到要俾真銀，佢哋就會諗過度過。第三個同香港文化有關，我哋太信有料就會出。我哋讀書嗰陣係咁俾人教，只要你叻你就會成功。但商業世界唔係咁運作，叻唔等於有市場，技術精湛唔等於有人願意俾錢。一個世界級嘅豆腐師傅喺中環開鋪，可能唔夠一間普通茶記生存得好，因為中環人根本唔係咁食豆腐花。你可能諗緊，咁我點樣分辨真需求同假需求？艾森文提供咗一個重要指標，睇客戶主動揾上門嘅動力。如果真係好痛嘅問題，客戶會主動揾解決方案，甚至願意忍受好差嘅體驗去解決。例如，如果個客真係需要定製西裝，佢而家可能已經喺度揾裁縫、睇 YouTube 學改衣，或者忍受貴價名牌嘅現成尺寸。如果你個產品一出，客戶要你好似傳教士咁去教育，
佢哋點解需要？個需求可能唔夠強。Lawrence 嘅觀察係真嘅，需求通常係客戶已經喺度用緊一啲好唔方便嘅方法嚟解決，例如佢哋會用 Excel 人手輸入去管理庫存，會用 WhatsApp 群組嚟做客服，會用5個唔同嘅 App 嚟完成一個任務。如果你可以取代呢啲拙劣嘅現有解決方案，你就有真需求。但係如果你個 idea 係創造一個全新嘅 wants， 即係客戶而家完全冇做，你要說服佢哋，其實你可以生活得更好。呢個係最難嘅創業路，需要極大嘅教育成本同資金。實戰工具時間，我俾你一個支付意願測試，你今日就可以做。揾5個你心目中嘅目標客戶，唔好係親戚朋友，係真正會俾錢嘅陌生人，同佢哋傾你個產品，但係唔好問你中唔中意。你要講，我而家提供呢個服務，月費500蚊，你想唔想今日就簽約？留意佢哋嘅反應。如果佢哋話好呀，但我想睇下個 demo 先，你要堅持 demo 就係而家呢個我人手做俾你睇。如果你滿意，你今日俾錢，我明日開始服務。如果佢哋話500蚊貴，問佢咁你覺得幾多合理？如果佢哋話100蚊，你就知道佢哋真嘅支付意願係幾多。最理想係佢哋即刻俾錢，至理想係佢哋話我而家冇現金，但係我尋日過數。最差嘅係佢哋話幾好啊，出咗通知我。後者係虛假需求嘅最強指標。香港有個優勢，我哋可以好快做呢啲測試。你可以在 Carousel 放個價嘅產品描述，睇下有幾多人查詢。你可以喺 Facebook 群組問，我想開呢個服務，有人有興趣預訂嗎？如果你揾唔到10個人願意俾訂金，你就應該停手。記住Eisenman嘅教訓，產品好唔好係第2個問題。第一個問題係有冇足夠多人願意俾足夠多錢去養活一盤咁嘅生意。如果個市場太細，你產品做到100分都係死路一條。聽日第3集我會同你講另一個更隱蔽嘅陷阱，點解成功可能害死你。我哋會講點解 Rapid Growth 有時係毒藥。聽日見。